安平国际同济会推动的品德教育定金计划迈入第4档，今年更扩大，捐赠20万，予立林国小、大公国小、安顺国小、男子西洋小学采讲品德教材。品德教育是义务教育里面的一个基础。那感谢同济会提供我们小乾坤还有悠游自在的教材。那在目前品德教育不被重视的情况下，同济会这一套的教材寓教于乐。现在的孩子都在3C 产品里面看到一些，我觉得他们，我说看到的跟听到的都不代表正确的。我连续2年我都有到各小学去跟着孩子们一起上课，那去了解到老师是如何运用这一套教材，那给小孩子潜移默化，慢慢的由心灵上去做善的诱导。小乾坤以及悠游自在2套教材，拢是出自自中华传统文化，结合现代生活故事，以3D 动画科技的方式呈现，传达友好父母、尊敬老师、知理守信并做人处事的道理，建立学生良善的品德。其实日后如果推动的学校有需要，我们学校很愿意提供协助。好，那3年下来，真的学生非常的喜欢，尤其是第1年开始实施的1年级的学生，现在3年级了，我觉得他们受的影响最大，所以品德教育还是要从小扎根。那立人国小是学校的愿景是立品于德，扬才于人，所以我们会组所谓的一个品德专业的学习社群，我们会透过跨领域结合我们校定的古迹教育的部分，以古迹融合品德的部分。在捐赠仪式当中，学校校长也分享上课的成果。这摆大约有3000名师生受惠，希望当培养囡仔品德教育，把教育成果落实在生活当中。台南新闻所采采访报道。